妈祖庙里，今年中华民国107年10月3日到11月初4，国历要举办南巡36庄的大活动，庙会活动。哦，还会转的灯笼啊，好美好美啊！还会转动的灯笼啊，好美好美。哦，会转动的灯笼，好美好美。会转动的灯笼，好美好美啊！这是菊花还是什么花？我看来又像菊花。你看，拜买草水啊，拜买草水，拜猪灵猪，这乌鸡的灵猪，那旗是令旗。这龙条、龙柱啊，龙条、八仙菜、八仙菜、八仙菜，还有庙里。你看那个庙门啊，门那画那个宫女侍女。哦，南头港哦，梁介石也有参加。安尼南头港，顺天宫才无看诶，应该嘛拢爱有顺天宫啊，安尼。哦，前方左转就桥南老街了，桥南老街。